人氣組合 MIRROR 成員 Anson Lo 佢嘅粉絲神徒更加視佢為教主，但係佢近日竟然響社交網分享自己嘅密照，仲連鋪9張又攬又錫，仲玩埋新你嘅相。不過佢嘅對象就如你所見係佢隻愛犬 Amber， 令到神徒大為羨慕，大嘆做狗好過做人啊！竟然可以同偶像有肌膚之親，而神徒亦都為投 Anson Lo 所好，準備慶祝偶像29+1嘅生日，而應援嘅第一擊就係大搞人寵慈善行。活動將會喺7月5號假西九文化區舉行，屆時神徒就可以參與挑戰，最大規模狗狗掌印展示世界紀錄，獻出狗狗獨一無二嘅掌印。除咗合力創造愛嘅祝福俾教主之外，活動所得嘅善款亦將捐俾本地動物福利同埋慈善機構，應援兼做埋善事，一舉兩得。另外，國際後援會亦都將會舉行生日嘉年華，現場設有一系列以教主為主題嘅遊戲攤位，而同教主一樣咁愛狗嘅，仲有MIRROR 嘅隊友 Anson Kong AK。 近日有為流浪動物謀福利嘅機構喺社交網亦都公開鳴謝 AK 同埋佢嘅粉絲生粉嘅善心，捐助咗5000蚊支持流浪狗花斯拉嘅醫療費用，令到可憐嘅毛孩得到救援，同埋感受到人間有愛，愛狗之人或者真係特別善良嘅。